桃园县龙潭大坪村是个典型宁静的客家聚落，村内近100年历史的大坪虹桥极具古朴之美。兴建于西元1923年，早期因为没有水泥，使用米糠与糯米粘结红砖堆砌而成的5座拱桥，目前全台只剩下3座。这个整个村落我觉得最有特色的就是老桥，而且在北部很少见，而且是5孔的哦。对不对？一般大概做到4孔、3孔就很了不起，它那5孔，而且还保存得这么好。那个阳光呢一拍，阳光再一晒下去的时候，哇，那种发思古之幽情那种气氛完全出来。由于大坪村靠近山区，早年客家移民一边垦荒种植食物为生，为了防御附近山区的攻击，3天2头就会有械斗。大坪居民为了能够更安心的居住，因此聚落形态类似蜂巢式的布局。有如迷宫的形态，房舍不但低矮，就连巷弄之间也是非常狭窄。外人没办法进来，进得来也出不去，因为它是等于一个迷宫一样。所以说，很多客家人大家凝聚在一起，就不怕外人来欺侮，说是不是干。在大坪村还有个凉亭，是居民居所，也是妇女聚集洗衣之地，叫做洗东枪。水质好又大，地方又好洗。这个看来也是外面来洗的，不是我们大坪的。洗东枪现在不只成了观光景点，当地的大坪村妇女每天依然习惯会在这里清洁衣服，大家围成一圈，边洗衣服边闲话家常，如同早期客家淳朴村落的氛围。上课喽！唔是讲，唔是讲，唔是讲。